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主持就任了后第一场的行政院会，嘛邀请到6都的市长列席来参加。讲6都的市长是副院长郑文灿，一位敲电话间邀请的。6位市长嘛拢准时到位。台北市长周万安带上近上早到。台中市长罗秀燕是专工炸到世界棒球经典赛的邀请函，邀请馆长，邀请院长到台中来看比赛。下晝8點04分，行政院長陳建仁來到政廳，率了8點15分，副院長鄭文燦來也。那是新內閣上任後頭一場的宴會，嘛是2021年疫情發生決定，閣一擺定邀請6都首長出席。經過鄭文燦敲電話間邀請，台北市長周萬安先伫咧9點20分來到現場，穿西裝，笑眯眯甲媒體握手，率了高雄市長陳其邁、台中市長羅秀燕、桃園市長張善政、新北市長侯友宜、台南市長黃偉哲嘛攏來到現場，其中羅秀燕閣特別提世界野球經典比賽邀請函，親身邀請陳建仁來看比賽。宴會結束後，6位首長先臨地報道，隨後才來講正經話。親像周萬安就特別向中央反映交通、途徑、合理進取的議題。我們6都市長的心情應該都一樣哈。那我們很高興，行政院再次邀請我們陳院長的這個表現呢，比我預期的更有誠意，而且很有耐性哈。那他有很仔細的聆聽我們的這個意見。中央跟地方大家同心協力，這是一個好的開始。希望好的開始能夠持續。新內閣新氣象，6都首長無分藍綠，用行動來表達合作的決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給大家2個任務。第一個，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，你按讚了嗎？還有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，趕緊訂閱起來，還要記得按讚，開啟小鈴鐺哦。